哎，兔羊肉串，新疆的，新疆的，收了收了，要不要加点辣椒？好，我加一点儿。要不要加点孜然？好，我加一点儿。要是再来一点儿这个蒜蓉酱就好了，耶。夫君，你这是在做什么？我这是在烤羊肉串儿啊，这是为父从五木遗书中学过来的。差不多，差不多，你先尝尝。对，火候不对呀，再继续，还要继续啊，继续。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来，你尝尝，夫人，尝一个。夫君，卫生巾还做不做了？切身急着用呢。哎呀，你先对付用2天吧，过几天有空给你做。快尝尝尝尝，好吃。切身来月月了。什么？来月月了？这他妈是……哎，周大夫不是说你有喜了吗？他是这么说的呀。啊？难道大唐的女人怀着孩子也来例假？什么呀？夫人吃不人这么难吃。夫人，你是吃不惯这个膻味儿吧？好，下次我给你做烤鸡翅吃。哎，对了，你喝羊奶也不行的。你怎么吃那么高兴啊？哎，爱吃都拿走，拿屋吃去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吃完早点睡，别出来了啊！就知道心疼二女，也不管人家死活。哎，没有。老爷夫人，周大夫刚刚使人来传话了啊。他说什么呀？他说他回家想了想，夫人的脉象好像不是怀孕的征兆，他把医书的条目给记错了。啊？这个老兽医，他到底还能行不行啊？哎。傅先生，来了。这是小侯爷给的回乡钱。哎呀，如今这小侯爷呀，我是越来越看不明白了。小侯爷越来越体恤我们下人了。这收就收了吗？怎么还给了双份的价钱？哎呀，糊涂了，糊涂了。往后啊，就甭惦记着做生意了啊！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这亏空回来了，多亏胡先生您的帮衬。来，给胡先生叩头。秦兄，这可是的，这可孩子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啊！回去啊，想点别的买卖做，别做这小事啊！好，谢谢，好，快走吧，慢走啊，慢走。谢谢。老爷夫人，赶快过来看看吧，二夫人她……啊？怎么了？快来看看！二女，怎么了？啊？肚子坏了。是不是吃羊肉串吃的？那么吃能不坏肚子吗？哎，这孩子怪可怜的，好歹也算是个贵族人家，连个烤串也能吃成这样。饿几次了5次了。有没有谢丽婷、谢霆锋什么的？去端碗盐水来，要温的。哦，是。常言道，好汉架不住三簸箕，这都5次了，这还得了？还不是赖夫君，现在倒跑来装好人，就没见过那样吃羊肉的。小侯爷盐水。来，喝点。再喝点。哎呀，你让他躺下吧，看把他虚的。夫君，别说话了，拉稀都堵不住嘴。夫君，
哦，天都亮了。你好激动啊！看你虚的，说话都费劲。来人呐！奴婢在。去给二夫人弄杯羊奶来，热的。哎，好。今天啊，秦玉要过来上课，我得过去给他讲算术。你呢，喝完奶就躺着。回头我给老四捎个信儿去，就说给你放2天假，这2天你也累得够呛，趁着拉稀多吸2天啊。夫君，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好汉都架不住三婆媳，他能架得住吗？可怜的夫君，齐郡主约我去南山观景，你说我去不去？去啊，为什么不去啊？反正去看了别白看，也做几首诗回来。那个王国维不是说过吗？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是谁啊？男的，一个才子。才子啊？哪儿的才子？哎，这不知道，就反正你就记住吧。去了，多做几首诗就行了。那你好好养着。谢谢夫人。劳烦夫君照顾了。放心吧。秦小公爷啊，刚才那可是夫人的马车啊。是，夫人去南山游玩。哦，子豪兄没去吧？没有。哦，好，哎，为何说话如此节奏？像好。照顾好夫人。小侯爷放心。小蝶，扶我一下。老夫人，您还是躺着吧。帮我梳洗。不行，您都这样了。我躺着不舒服，你帮我梳洗一下。我要去听夫君讲课。哎，现在是中秋，天气凉爽，子豪兄，你拿着一把扇子作何用意啊？妈的，你说我拿扇子干嘛？这孙子一根接一根的，老子随口一说，你还真往心里去，弄得我抽也不是，不抽也不是。扇，我扇。子豪兄，你这又是何意？难不成你想吹散这伟人的仙气啊？这你就不懂了吧？你当这是扇子，我当这是戒律。学生要是不听话，老师可是要打手板的。为师此举，正是将伟人的精神发扬光大。子豪兄，你不会是真想打我吧？是啊，老师打学生天经地义啊。哎，你那么虚弱，你跑出来干嘛？二嫂夫人安。还好，四爷兄也不是外人，你就坐那儿听吧。王夫人，你看，这就是昭武校尉李将军的宅子，皇上把他外放岭南了，下月就走，这会儿正着急出手呢。真是好地方啊！我带你到那边看一看。
数学乃数数之学，是从天地万物自然法则里边抽象出来的具有科学属性的一种基础科学。算术是最基础的数学。长安城的达官显贵大多都有这样的宅子，每年春秋两季过来消闲一下。你看这周围山峦起伏，景色宜人，空气也好。带上一家人过来住些日子，春季可以踏踏青，秋季呢可以围猎，是舒服得很。那郡主也有这样的宅子吗？我的宅子嘛，在西山，风景倒也还可以。甲、乙、丙3个兵团，都需要消耗粮草，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储备有555555担粮草。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甲、乙、丙3个兵团应该各分多少粮草呢？话说每个兵团的人数比例是2、3、4，你给我算算。这个粮草我在战场上也分过，可是今天又算不出来。小弟愚笨，实在没有办法平均分配这些粮草。你确定你没法平均分配这些粮草？无法分配。这是个错题呀！难道这是个错题？你看不出来吗？知道就好。但是下次，我希望你碰到这种题，你就直接跟我说出来，你别装的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你糊弄谁呢？我希望你将来对待你的下属、对待你的学生，也能像我对待你这样，直接指出他的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四爷啊，切记。是，学生谨遵教诲。好了，今天这个课就上到这儿吧。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柴草的分配。好。那学生就先行告辞啊。我就不送了啊。哎，夫君，你干嘛给人家出个错题啊？我就是要考验一下这小子的智商啊！连个错题都分辨不出来，还学个屁呀！粮草平均分配错题，错题你要分个球啊！小姑爷慢走。二娘子，小侯爷呢？跟二夫人出去了。他们俩干嘛去了？夫人，小侯爷说出去转转。他说自打得了失忆病以后，再没到附近庄子里转过。那他们去多久了呀？一大会儿了，估计快回来了。夫人，你有急事儿，要不找人去找找？哎，好，快去。哎。你看我干嘛？是不是用我卫生巾了？啊？没有啊，刷子。怎么了？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好不容易来到一个桃源深处，你猜怎么着？终于我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小侯爷找到了，他说晚饭前回来。啊，嘿，这没情调的女人，怎么不激动呢？夫人，今天南山好玩吗？
夫人，夫人，又跟谁怄气呢？父亲今日去哪儿了？让妾身等得好着急。还是这个朝代的女人脾气好，根本就不用哄。我们所长家里那个娘们儿，要是怄气，能1个礼拜不跟她说话。我那个前女友小性子使起来，更是没完没了。失忆以来，我一直没上周围的庄子上转转，今天带着二女去转了一圈。夫君，妾身有事跟你商量。啥事啊？说。今日妾身跟齐郡主去南山看了一座园子。园子怎么了？招武校尉要外放，妾身看过了，挺不错的园子，但要不要啊？要。那妾身这就叫人去领地契，900两银子。哎，但是天色这么晚了，明天吧。啊，都怪夫君，要不是被夫君耽搁了，这园子今天就是咱的了。哎呀，今天明天都是咱的啊！还装？小心点哈！哎，干着呢吗？还胡样？没有啊。夫君，哎，夫人还满意？哎，满意。哎呀，这满山遍野都是园子，刚才那几个园子都是谁家的呀？咱们刚才路过的第一家是柴郡主家的，第二个是公孙夫人家的。咱家的位置啊，比他们的都好。是吗？哎，跟兰陵公主都是邻居呢。兰陵公主也在这儿，这也忒巧了点儿吧？栓子，这个拿到那边去。哎，多亏了齐郡主，要不是看在她的面子上，900两，人家是不可能卖给咱们的。哎呀，是啊，我夫人多聪明啊！夫人天资聪颖，才貌双全，誉满长安，谁敢不给夫人面子啊？行。哎呀，哎，小心点，别磕着了。哎，别摔倒了哈。哎，你看我怎么说你的？这条路最好重新铺一下，铺出点花是最好。夫人，夫君，哎，快来帮我看看，你说这条路铺个什么花样好呢？青石板啊。那不跟侯爷府一样了？这是休闲的园子，要有点花样，有点格调才好。哎，夫人想铺什么就铺什么吧。二女呢？啊，我把她安置在那边了。小侯爷，夫人，这是那个兰陵公主拿过来的兔子。哦，她人呢？她走了。那这兔子呢？炖了吧？炖了啊！得嘞。夫人，进屋吧。啊！今天的兔子肉真好吃啊！公主送的兔子岂能不好吃？好吃，你怎么一口也不吃啊？妾身自小就不喜欢这怪味。怪了，真是一点口福也没有。羊肉的膻味儿，兔子肉的土腥味儿，都受不了。还有，兰陵公主身上的味道，妾身也不太习惯。你别扯了，晴晴，她身上就是我们家花露水味儿。你干嘛？这天色不早了，回去歇息吧。我有点害怕。哎，是啊，这园子这么大，又是刚住进来，肯定会怕嘛。上来吧。夫君，抓紧做卫生巾吧。其实我一直在研究这个改良的方法，努力让牛场更好。我想尿尿。尿去啊！我害怕。让小蝶陪你去。我不想让他听到我的声音，我害羞。夫人，这孩子胆小，你就陪他去尿一下。我？我也不敢。拼了！我来给二位夫人壮胆，咱们去尿尿。
这次装的不错，上次在侯府你这左装右装装不好了，不错啊，有进步，有进步。小侯爷、夫人、大夫人，侯爷，你们这是？你们这是干嘛呢？那个钱管家吩咐让我们装置这园子，然后二娘子说了，这园子的院子它多，让都装上这侯府这样的土电话。哦，你忙吧。哎。你不保护我？干嘛呀？小侯爷，公主来啦！啊，快请！慢着，什么事儿？走。啊！哎呀，哈哈，公主殿下！哎，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兰陵公主。快给公主见礼！贱妾给公主殿下请安。果真一个风流俊俏的美娇娘啊！贱妾惶恐，蒙公主谬赞。王夫人客气了，今天来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一来呢是见见新邻居，二来呢也是看看我这仰慕已久的大唐第一才女。对了，昨天我差人送来的兔子味道怎么样啊？哎呀，那可是我亲自捕获的。谢谢公主赏赐。哎呀，公主送来的野兔味道鲜美，果然不同凡响啊！在下谢过公主的赏赐，对公主的厚爱真是感恩戴德，一言难尽呐。品赞。哎，王夫人，来，公主。快走，陈列子。啊！快走好，让梅夫给你耍一套降妖除魔刀。小侯爷，秦小公爷到了。公主安康，夫人安康。四爷是来上课的，正是。坐吧。哎，子豪兄，四爷兄，子豪兄啊，四爷兄这次来上课远了点儿，不烦躁吧？哎，远虽远点儿，可这环境通幽，景色宜人，有何烦躁的？哈哈，那就好，那就好。请进，请进，请进。公主请。今天我也长长见识，来听子豪上堂课。我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的，还请公主指正啊。四爷啊，昨天布置的作业完成与否？啊，是这样的。为师忘了你的习惯，来一个。不抽了，不抽了，不抽了。你嗓子怎么了？是这样啊，昨日呢，子豪兄留了作业，学生啊是冥思苦想了一整夜。这一夜啊，我是身不离座，目不离题，烟不离嘴，直至凌晨，已分不清窗外是晨雾还是烟雾，辨不清是东南还是西北。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晨曦冲破迷雾的这一刻，学生也顿时拨云见日。题虽然解出来了，可这嗓子也成了这般模样。哎呀，兄弟辛苦了！不敢不敢，为人民服务啊！那就把答案公布出来给大家听听吧。回老师的话，这个作业好像也是错题。
错题？拿来我看看。什么？这个题目我仔细的审了一下，这道题不是出错了，而是出深了呀。这道应用题应该用2元一次方程来解答。以你现在的功力，还是解答不了。四爷呀，你应该好好审一下题，再仔细的思考一下。为师给你出这道题，目的是让你对此类的题目加深印象而已。好，拿笔来，为师给你解答一下。原来是这样的算法呀！快向子豪兄传授妙算之术啊！今天这道题呢，咱们就算到这儿啊。以你现在的进度，我看再有个1、2个月，也不一定能解答出来。但是为师要对你有一介忠告：这个求学之道啊，讲究的是循序渐进。贪嘴嚼不烂，欲速则不达。所以四爷兄啊，切记，切记，学生受教。小侯爷可真厉害，是个有学问的人。比起小公爷呀，别有一番威武呢。哎，你想要一条内裤吗？二夫人，我想要你那种的。谢谢二夫人。小点声，你们讲课呢。那么，咱们今天就来浅谈一下骑兵与步兵的战术，请子豪兄赐教。要知道，在整个战局上，骑兵的运用是至关重要。它的运用好与坏，直接关系到整场战局的胜败，乃至国家的存亡。那么，骑兵与步兵的结合又是玄妙无穷，变幻多端。那么，如何使骑兵与步兵发挥出最大的优势？今天我们就从一例经典的古代战役来分析一下。话说，秦、赵、长平子豪兄，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杀戮过重啊？如果需要征服，那么杀戮就是必经之路。离离原上计，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4句讲的就是斩草除根。小侯爷真是文武全才呢。会算数也就罢了，还会兵法；会兵法也就罢了，还会作诗。到底是咱大唐的侯爷。哎，别看了，公主和小公爷可能今天晚上要在这儿吃饭，你去厨房准备一下，我也要去采些花。王夫人，这有你这大唐第一才女在，子豪耳濡目染，口才不得了啊。公主谬夸。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好了好了，今天咱们这个课程就上到这儿吧。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掌握你所学到的知识，用实践来磨练自己。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是重中之重。纸上谈兵，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来，公主请。都坐吧。听说杜大人就要升迁了，
是啊，其实调令上个月已经下来了，只是陇右道冲者府编制未定，一时难以交接，所以才一拖再拖。你舅舅做了兵部尚书，你也算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公主见笑了，见笑了。舅舅夫人兵部尚书后，按规定2个表哥必须离开北衙府。这舅舅打算让我去顶一个冲辙都尉的缺，就要统领1000多人的队伍了。今日来就是与子豪兄商量商量。哦，四爷既然打定主意，那就只管去。北衙府不乏沙场老将，乃藏龙卧虎之地，岂是我等纸上谈兵之辈可及呀？此等前去，必当与同僚多多沟通，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是求实之道。切莫自持身份，清高自傲。平日里对待士兵要严宽相济，恩威并重，得其心才能夺其身。号令之下，无不报死而效命者，方能成为一代名将。切记，谨听子豪兄教诲，小弟定然会身先士卒，不负子豪兄厚望啊！身先士卒当然是好事，但是身为3军统帅，要懂得运筹帷幄。治军讲究的是手段，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最大程度地调动将士们的积极性。必要的时候，要懂得使用手段来获得士卒的拥护。阵仗之上，更要不择手段地置敌人于死地。对待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斩草要除根呐。今日本宫也是受教了，子豪真乃我大唐的人才啊！公主过奖了。谢公主垂顾，谢子豪兄教诲，谢嫂夫人的招待。您看咱们已经那个酒足饭饱了，要不然哦，我来送送啊，送送。今日的课程，学生真是受教了。哎，皮毛皮毛，子豪兄谦虚了。哎，你干嘛呢？公主好，小公爷好。啊，在下家中还有点事儿，就先行告辞。好，告辞告辞。这小丫头模样挺俊俏的，是二夫人吗？还不快给公主请安！贱妾给公主请安，免礼免礼。啊，等等，第一次见，这个送给你，拿着。拿着吧。你跑哪玩去了？是不是还没吃饭呢？快回屋吃饭去，去吧，你也去吧，我送公主就行了。啊，公主，公主慢走。这边。一会儿我要去打猎。小姐，我穿这件衣服是不是显着我腿短啊？不会呀，小辉的腿本来就短。啊？夫君，穿成这样是要上山行猎吗？哦，我想去庄子上转转，顺便练习练习，看看能不能打几只兔子回来。兔子啊？哦，听说山里的猛兽不少呢，让二娘子陪夫君去吧，多个人还保险一些。哎呀，不用了，兰陵公主都能一个人上山打猎，我一个大老爷们怕什么？人家女人都不怕。兰陵公主什么时候说过她是一个人上山打猎的？咋没说过呢？刚刚席上她不是说了吗？她去打了几只兔子，专程送到我们家来的，你都忘了？是吗？是啊。公主什么时候说过这话？这妾身都忙糊涂了。这院子里的工匠还等着铺石子呢，妾身得去看看，这铺成什么样，我都还没想好呢。夫君一个人上山，可
别跑太远了。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放心吧，夫人。这兰陵也太不小心了，熟透的女人了，怎么就叫个小丫头片子给戳穿了呢？亏得还是从皇家出来的精明人，一点没使住。也不然，咱二女也不是简单人，房玄龄的孙女，高阳公主的亲女儿，论遗传基因未必就比她兰陵差。要是长到兰陵这个年纪的话，二女长大可咋办啊？有你这么射箭的吗？刚才要是把我给射了，我们家那俩娘们你给我养啊？倒也还不是一无是处。以你刚刚躲开的速度来看，就算我是瞄着你射，也未必伤得了你。以你的反应来论，也算是大异于常人了。你还敢笑？我让你笑，让你欺负人，让你欺负人啊！先说两句话，你是怎么想到收秦玉当学生的？你教他的那些，都是兵法吗？说来话长了，还是别说。那五木遗书是真的了？你早上破解难题用的那些方法和符号，也是五木遗书上记载的？书当然是真的了。孙武医生所学甚杂，不过这本书不是他一个人所著的，而是他跟另外一个兵法家合著而成。我今天用的那些推算方法，就是从书里边学的。但这些方法呢，也不能算是兵法，却能跟兵法相辅相成。这么看来，子豪果然是深藏不露。观你种种行事，莫非是大智若愚？这个兰陵公主，要是放在储蓄所里，可有主任你老小子受了。子豪，我问你，一定要如实回答。说吧。你与那东岩郡主是什么关系？东岩郡主？谁呀？我不认识啊。我的外甥女，房宰相的孙女，你的二夫人。王子豪，你要干什么？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二夫人，咱去哪儿啊？去上山。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子豪，你说我是不是现在要下山将你家斩草除根呢？还是……子豪，你恨我吗？我对你一点恨意都没有，我只是想保护我的家人。我本人任由你处置。那东岩给你当妾室有多久了？你是怎么知道他身世的？大概3年吧。其实从我失忆以来，到现在不过也才5个月。我跟我的家人都是坦诚相待，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瞒我的，身份都是他自己告诉我的。那你刻意拉拢秦、程、杜3家是什么目的？据我所知，你们王家并没有和各大门阀亲近的传统，而你却在短短5个月之内跟各大门阀的继承人攀上了关系，再加上那东岩居然是你的妾室，这一切也不得不令我怀疑。公主，你是怀疑我经营关系吗？跟房家侧坟有关系吗？哎，踩一脚。二夫人，咱去哪儿啊？去那边。子豪，你才华横溢，若是杀了你的话，我大唐就会少了一位军事家，或许文豪，是吗？早上那首诗，怕是出自你之手吧？之前那首，也未必出自你夫人之手，对不对？你作诗的时候，你夫人就在我身边，有些事情我还是看得见的。我跟你夫人交流过，庸脂俗粉。我也是女人，也喜欢像你这样才华出众却又不显山露水的奇才。你若是只想做隐士也就罢了，若是包藏祸心，想对我大唐不利，却是一大祸患。公主殿下，如果我告诉你，我只是想手上稍微有几个小钱儿，跟我和我的家人一块平平安安的走过这一生，就已经很满足了。你
信吗？如果我有孩子，却想让他平安过日子的话，是不会教他这些东西的。而他要想平安过一世的话，更不会去学这些东西。以你的家世，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太容易了。家世好，目标低，所产生的惰性也就越大。而你却不埋头于吃喝玩乐，却苦苦去追求学问，是为了什么？求得了学问，却要藏拙的避祸，这又是为了什么？若是乱世，藏拙避祸还有情可原。可如今太平盛世，朗朗乾坤，你这么做究竟意欲何为？夫君，你要小心兰陵公主啊，她没安好心。二夫人，咱去那儿吧。走吧。公主陛下，我以我大唐子民的身份而自豪，我以我大唐的繁荣兴盛而骄傲。我跟普通百姓一样，我为我大唐在边境上取得的一次次胜利而欢呼。如果你仅仅因为我交际广、勤奋好学就怀疑我的话，我真的觉得我很冤枉。就拿刚才我要杀你灭口的事来说吧，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父母犯错，关一个10岁不到的孩子什么事儿？他那么小，他懂什么？一个小女孩家破人亡，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一个15岁不到的姑娘，去给人家当小妾，这是碰到我了。要是碰到个禽兽不如的，她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你是她亲姨妈，跟她失散了那么多年，一见面就先还姨，再除根。子豪，你恨我吗？我刚才回答了你，我对你一点恨意都没有。要知道，那东岩父母之死，或多或少跟我有些联系。他落到今天这副田地，也是我一手造成的。他难道一点抱怨都没有？跟你有关？什么意思？你再装傻！哎呀！再装！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公主，你要杀我用刀就好了。你这样踢，你很累，我也很疼啊。用刀便宜了你。公主，你已经把我折腾这样了。用刀轻轻一划，我就过去了。王家就我一个人，杀了我就等于灭门了，多大的仇都报了。家里那些人你就放过他们吧。还有9花玉露，那个配方我也给你，就当是给他们付赎金了，行吗？我又不是强盗，要什么赎金？看你落到这副田地，还一心想着家里人的份上，就不与你为难了。实话告诉你吧，我本也没想把他们怎么样。真的。谢过公主，谢过公主，若蒙公主原谅，她是定当图报。要是公主还不解气的话，就一刀砍了我，我绝无怨言，我只恳求公主能放过我的家人。我答应你的条件，你若是还能动的话，就随我回府吧。能动。我扶你回去，不许再起什么坏心。好。哪里有蛇啊？好多人都说有蛇呢。哎，二夫人，哎，等等我。看着这么文弱一个人，还要装硬气，知道为什么挨打了吧？知道了。哎呀，我这种人就该打啊！打死你也不为过。我不过就想问你和那东岩是什么关系？你居然拔刀相向，你凭什么就要杀我？哎呀！昨天还偷偷摸到我的床上，口口声声说喜欢我，把我这寡妇哄得满心欢喜。你知道我昨天回家解那腰带花了多长时间？早知道就一剪刀剪了干脆。毕竟二女当年也是在通缉之列，我是怕她万一泄露了身份，这不是连累全家人吗？要是只有我一个人的话，那我怎么敢去反抗呢？我肯定去自首，请求政府宽大处理啊！王兄，你莫要再挑战我的忍耐力。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就杀了你这个连谎话都圆不了的畜生！哎，公主，
杀我一人就好，可不饶过我的家人。口口声声求我饶你家人，你搞清楚是你要杀我，跟你家人有什么关系？啊！哎，摆出一副一斤未加的嘴脸，难道我要把你家怎么着不成？哎，这夫君也不知道去哪儿打猎了，怎么连个人影也没有啊？二夫人，这南山很大的，这灵鬼神物害虫都有。哎呀，闭嘴！你吓死我了！回去吧。公主，我没说您呢，我不是说官府吗？官府要是知道我们家窝藏二女，那我们全家不就都完了吗？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认为我会把这事儿说出去？就算我把这事儿捅出去了，跟你王家又有什么关系？怎么可能没关系呢？二女可是我们家直系亲属。再装傻！哎呀，你先把话说明白行吗？我真没装傻，我是真不明白啊。房家谋反是新君登基以来第一大案，其中牵扯高阳公主和几位皇室成员。这事儿要是放到几年前，恐怕会有些麻烦。可如今早已经不是贞观年间了，怎么动不动就会有灭门之举？再说，皇帝已经颁布了特赦令，东延郡主和其亲属也在特赦之中。你拿这事儿当杀我的借口，也未免太荒谬了。若真是被你得了手，怕是我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睛。天哪！不学无术害死人，血的教训呐！幸亏兰陵有武艺傍身，要不然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二夫人，咱还是回去吧，这太吓人了。二娘子，刚才的硬骨头哪儿去了？装什么可怜？公主，我现在我真是后悔加后怕呀！你就听我解释一下行吗？你说，本宫听着。我是真不知道你们到底颁了什么特赦令啊，也不知道本朝对谋逆罪的判罚尺度。我一直都以为包庇二女跟谋逆同罪。你是指你失忆吗？失了忆的人还有这样的文采，能把长平之战分析得头头是道，连军饷都发得分毫不差。若真是这样，你倒应该多失忆几回。反正今天这事儿是无法挽回了，只要不连累我家人，我就放心了。公主想要怎么处置？今天我真想剐了你！哼，就让你良心上受煎熬吧，比剐了你出气多了。平日里看着貌不惊人、和蔼可亲的模样，哪成想提了刀子比屠夫还爽快。若不是我今天看见那东延，不是你那二女，我留着心眼儿，拿着兵器，要不然这会儿就被你扔到后山喂狗了吧。二夫人，咱去哪儿呀？哎呀，走吧走吧。蛇！你怎么不说话？承认自己是骗子了？你要是我真是骗子的话，公主打算怎么处置我呀？关了、杀了都可以，倒是你有一点特殊，杀了你，可惜了你一身的文采。你不是有本事吗？那你就把肚子里那些东西都给我写出来，什么诗词歌赋、武穆遗书，还有秘方，全都写清楚了。还有，听说你不是又发明了什么三角裤、卫生巾的，都给我写出来。不是我写字慢啊，我写字特别慢，要是没有个1、2年的，恐怕也写不完。再说我写出来的，公主也未必能看得懂啊。写字慢能当借口吗？别跟我耍心眼。你是不是以为我放你从这儿走了以后，就拿你没有办法了？秦玉这个人不错，你就好好教他吧，少在他身上打什么鬼主意。既然收了学生，你也不希望自己的学生以后有什么3长2短吧？若你真是写字慢的话，别人我也不相信，就由本宫亲自代劳吧。啊，
这个不太合适吧？你说，再说我们俩也见不了几次面呢。那个，你们家不是有个才女吗？我隔个2、3天到你们家去请教学问，有什么不成吗？子豪意下如何呀？二夫人，想不到你这么厉害，连蛇都敢玩。这有什么可怕的？啊！子豪出来打猎，怎么弄成这副模样？疼不疼啊？还？这到底是怎么弄的？公主，哎呀，今天我差点就做了错事，差点就万劫不复了。快起来吧，膝盖都跪开花了。别说这些了，来，我送你回去。公主的宽容我是没齿难忘。公主你好漂亮啊！贫嘴！啊，还是揍你揍得太轻了，便宜你了。来，走2步，轻点。哎呀，看来是不能走了啊。也没什么，看着就是有点跛。晚上回去看不疼死你才怪。如果今天晚上不疼死，明天我一定履行承诺。好，一言为定。明日我就去府上找你。明天？好吧，你要是明天去的话，那千万别说我被摔成这样的事儿，要不然他们家该伤心了。死要面子活受罪。走吧，我送你回去。二夫人，小侯爷。啊，小侯爷在那儿呢，二夫人。夫君，你回来了。哎呀，怎么了？啊？我今天不是上山去打猎了吗？然后我就碰见一只这么大的兔子，然后我就拿箭射它呀，射它，可是我箭法不行啊，它就在前面跑，我就在后面追，然后我就追不动了，我就停了，我发现它也停了之后呢，然后我又追，然后它又跑，然后我又停，它又停，它一直在前面勾引我，所以我就，后来跑的我这条腿呀，好疼啊！那么大的兔子，怕是都成精了吧？哎呀，腿，不行了啊！哎呀，小心啊！小心啊，小心！自己累成这样。哎，我躺会儿。来。哎呀，这床上舒服。喝点水。哎，我这手拉弓拉的没劲儿，拿不稳。我说怎么看着不对劲儿呢？弓箭呢？空手回来的？肯定是在山上追兔子的时候，翻山的时候掉山上了。哎，我明天去捡吧。你看我这记性。哎，二女呢？哦，跟小蝶找夫君去了，估计也快回来了。这夫君上山才一会儿的时间，起身就浑身的不对劲儿，这心里乱糟糟的，做什么都心不在焉。没想到二女也跑过来比划，说她心里也寡寡的难受。我俩就开始担心了，她就带着小蝶上山找夫君去了。什么？上山找我去了？哎呀，快！怎么了？快起来！吃！天都黑了还上山，多危险呐！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呀！你这是要干嘛呀？我得找他去，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回来我不抽他。哎呀，你这腿脚不好使，你别急呀，夫君。啊！夫君，你别着急。我得找找啊。哎呀，千人正有差人找，来人啊！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现在就上山去。回来了，二女。上哪儿去了？滚这儿！啊，没事了，你们都下去吧。几点了？才回来，天都黑了。这孩子看着不大对劲儿啊。怎么了？夫君回来不高兴吗？是不是跟夫君一样累了？累了。怎么了？我看看，来。
怎么了？受什么委屈了？好好，松开，松开，松开！哎，不行，夫人，我要倒了！死孩子，还抽呢，快松手！哎呀，好，别打了，别打了，扶我进去啊！腿呀！刚还说要抽人呢，现在就开始护着了。不听话这孩子。去把脸洗了，弄那么黑，快去！哎，夫人，你帮我拿件衣裳换换，我这件衣服太贴身，勒得难受啊！哎，好了，算了，我自己来吧，让二女看见多不好啊！这是……哎，夫人啊，我想喝你煎的那糖茶了，就给我煎一壶呗。馋嘴。哎呀，疼！哎呀，跑一天了啊，浑身酸疼。帮我揉揉腿。啊，还把我那鞋脱了。哎呀，你洗脸了吗？那么快就跑回来？我跟你说啊，下次可不敢了啊！那么晚了还在身上，多危险啊！看见夫君跟公主了。啥？在哪儿见的？悬崖上面，拉拉扯扯的。不是，我们俩是偶然碰见的，后来我不小心跌了一跤，然后他把我送回来的。小蝶看见了吗？这事儿可不能告诉夫人啊，到时候说都说不清楚了。那夫君今天睡中间。啥？夫君今天睡中间。妖精！夫人早，二夫人早。哎，去哪儿了？一大早没见你。夫君昨日看来是累到了，别吵醒他。夫君，再吃一个，可甜了。夫人呢？夫人呀，公主来了，正跟夫人说话呢。等那个女人走了，夫君再起来吧。啊，算了，不起来了。哎，你把脚拿开，袜子脱了，有味儿。啊，臭吗？反正昨天没洗。没洗能不臭吗？快，收起来，收起来。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保准你听了高兴。庞家的案子结了，包括你在内的人都得到了特赦。你要是愿意的话，就可以恢复以前的身份了。夫君，再吃一个橘子吧。对了，快拿笔和纸来，我胳膊疼，我念你写，快。如此说来，公主对古诗词竟有如此精辟的见解，那也比不上你这大唐第一才女啊！夫人，公主。夫君，这是什么呀？啊，造纸工艺，看看。哦，对，翻到这儿，从这儿。观夫君此文，虽欠缺章法，但文笔之中啊，仍能透露聪慧之处。古人云：“熟能生巧。”他日啊，只要勤于练习，明日必成大才。子豪人虽聪慧，可文章毕露不堪，且字体间架构太过松散，一定要勤学苦练才是啊。文章你写，先拿回去，找一个幽静无人之处放声朗读，其中不妥之处，一定会一目了然的。去把文章拿回去，写完给我看。
对，公主说的句句在理。不是我这个，你们先别急着叫我翻工啊！我这个是学术研讨论文，讲的是造纸的工艺和流程，又不著书立传。按照上面这个方法，造出的纸那是洁白柔韧，成本低廉，产量可观，可大幅的降低现在市面上的纸张价格，让更多的人能识文断字，可以巨幅的提高我大唐子民的个人修养，是传播文化科学，推动我朝文明的绝世创举啊！听着怪邪乎的，刚你又没说，还以为是你想让我俩给你鉴定文章呢。刚才我不就跟你说这个是造纸工艺吗？知道是工艺啊，可你又没说是革新，我俩还以为你是拿着造纸工艺练笔呢。哎，反正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流程写下来了，但是单凭我一个人，也造不出纸来呀。我现在是特别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来帮我那么一把。要是能先试验一下，弄一个造纸作坊就好了呀。作坊家里就有啊。子豪若是信得过我，这东西我先带回去找人试一试。若真像你说的那样，那可是造福千秋万业的好事。不妥。若真是革新的话，需要你亲自去指导才行啊。工匠怎么会知道你的意思呢？况且你本就写得不甚明了。哎呦，这都什么天气了，还这么多小虫子！夫君，妾身回房涂一点酒花玉露，去就来。昨天晚上够呛吧？就知道你今天早上起不来，特意早来一些跟你家才女拉拉关系。往后啊，必定是要常来常往的。身上还疼吗？疼，哎呀，疼死我了！这瓶药膏给你，也没什么味道，抹到身上不会被发现。你家夫人刚刚是什么意思？哎呀，公主真是明察秋毫啊，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你的法眼。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个刚才您说的作坊是您的还是窦家的呀？这是何意思呀？我的如何，窦家的又如何呀？本宫又没打算改嫁，这所有东西都算是窦家名下的。算是？你这什么意思呀？子豪是想教我这个寡妇学坏吗？这么想我跟窦家撇清关系，你一个成了家的男人，想打我这寡妇什么主意啊？没那意思，你别误会啊。就是我是说这个作坊可以我们两家合作吗？既然是两家合作，就是你王家和窦家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若是找我，只能是两个人，你可要想好了啊！我想好了，想好了。为了能造福千秋万代，我王家愿意和公主您一块合作办这个作坊。那公主你意下如何呀？滑头，就算是和你王家合作吧，你说说看，怎么个弄法？既然是跟你王家合作，就要把规矩结结实实定好了。这寡妇的便宜可不是那么好占的。我自来也没想占你什么便宜，这些事儿我都想好了。场地和工艺我们王家出，资金和工匠就由公主您来搞定了。但是工匠一定要找信得过的，要不然哪个工匠使了什么坏心眼儿，自立山头，或者被人收买了，那将来这个纸张的价格就不好控制了。那不是很好吗？多些人做，市面上的价钱才能便宜。子豪刚刚不是还说希望所有人都能读起书吗？怎么这会儿又谈上利润了？啊，对，公主教言的是，我是有点过分了。但是这个工匠真的得严格控制，万一这技术流传到域外，那不是我大唐蒙受了损失吗？钱可以让我大唐子民赚取，书也一定要让我大唐子民来读，那不能凭空便宜了外人啊！这还像个话？工艺保密的事情我来解决，利润你看着分配吧。
至于经商，本宫倒不想参与，我倒是可以找些大商户来帮你解决问题。你们家这边不会还是你那二夫人负责吧？哎，不会不会，兹事体大，子豪定当亲力亲为。那成，立协议吧。公主爽快啊！那请书王呗。哎，好，哎，我来，公主，这边。那这件事就按公主说的办，我一定全权负责到底，好吧？你就放心吧。今日就算你过关了。若真能按你说的那样把这件事办成了，那我昨天就算让你砍了，我也认了。咱们俩算是扯平了，你也不用有心理负担。以后没有人在的时候，就还是你我相称吧。说是和王家合作，不也就是你我二人吗？也别太生分了。全当是卖身契了。若真是能按你说的那样，让我朝的读书人多起来，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好了，事不宜迟，我这就回去准备。子豪打算什么时候回去？明天吧，明天我就回庄子上看个地方。越快越好啊，要不然天凉了就没法开工了。成，这时候还早，我这就赶回京城去，挑选一些有经验的工匠，重新安置一下。你挑选作坊的时候，也留意一下周围有没有可以安置他们的地方，集中管理起来会方便一些。你说的工艺保密的事情很重要，必要的时候可以叫一些府军过来。啊，军管呢？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办法真可行的话，这么做是很有必要的。你不用操心了，我来安排。好，那就听你安排。慢点，慢点。那我就不送了啊。行了，啊，你留步吧。哎，好。慢走啊。怎么样了？还可以吧。走，进屋说，进屋说。明天呢，我就得回去画地。我觉得咱们庄子后边那块荒地不错吧？明天就回去？这园子怎么弄都还没个定论呢。明天回去太早了吧？不行，不能耽搁呀。这过两天天凉了，作坊还没起来的话，就得拖到开春了，多不划算啊！实在不行，你跟二女待在这儿，我先回去。哎呀，那怎么行？明天一起回吧。这夫君一个人没人照顾怎么行？这边的事儿放一放吧，不打紧。子豪兄，哎呀，救我！德昭兄，你怎么了？别提了，有可能是我最后一面见你，摸不着这么光滑的手了。你得了绝症吗？爷爷打我啊！没追过来？躲起来吧！不，进来啊！孩子，我赶紧出来，装什么娘们儿？啊！四叶兄，快进来！说话呀，到底怎么回事？你问他。子豪兄啊，小弟我辜负了您的委托，也让德昭兄受了牵连，小弟无能啊。你能不能斯文点儿？四爷，你接着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按照您的指导啊，这比赛一开始很顺利，很快就领先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过来通知我说您回府有急事要见我。我见场上领先较多，便把球队交给了德昭兄，然后就去王府找您。可接下来这个事情只能用峰回路转这4个字来形容。
德昭兄这个性子太急，刚被人家追上一球，他就开始自乱阵脚，开始胡乱调派球员调整战术，结果我到了王府才发现被骗，再赶回赛场的时候，那真是惨不忍睹，回天乏术啊！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人家反败为胜，于是萨泽路就这样很没面子的结束了年赛的最后一场比赛。这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家老爷子失利以后的态度。子豪兄，你想想，那老爷子正跟一帮战友站看台上得意的吹牛，突然之间就被逆转，你说他脸往哪搁呀？于是程爷爷追着德昭这封面打，这不就把我们逼到这儿来了。正好，明天就回京。我跟你一块儿去城府劝劝老爷子吧。你别吃了，想想应付的办法。吃的多挨打多。吃了再说，明天怕是吃不着了。这窦家也真是好手段呀！他们怎么骗我出去的时间就拿捏的正好呢？今天晚上你们俩就在这凑合一宿吧，明天一早出发。明天你们俩自己坐马车走啊，我跟秦玉还有程初一块走。夫人，怎么跟上回的不一样？这是我改良过的，这个肯定好用。哎，你抢什么？有你的在这儿呢。看，夫君，妾身今日说话太多，有点伤元气，你先睡了。能享受这种奇人之福，也不枉我被撞死一回。看起来穿越过来是老天对我的眷顾啊！想想单位那帮孙子，个个被老婆整得灰头土脸的，想想我就高兴。来人啊！老爷子起来了吗？回少爷，老爷子一大早带着人出去了。上哪儿了？去您府上。去我府上？初中毕业之前，我读过《隋唐演义》，知道这个混世魔王是个魂不吝，仗着手里那把斧子，虽然只有3招半，神见了神愁，鬼见了鬼哭。这号角色跑到我的府上去，还带了人马！天哪！走。你到底要干嘛呀？啊，上我们家还带那么多人马，是要抄我们家不成？子豪兄莫要着急，今天就算我拼死被爷爷打死在那儿，我也定得获得王家主权。哎呦，小来的人呢？小慧啊，您可回来了！这一大早啊，程老国公就带了一帮子人来说要祭奠老侯爷的牌位，还不让我跟着，说是等您回来好去报信儿。快进！我先进去看看，你们俩在这等我。不，一起去。今天就算我交代在这儿，怎么也不能连累你。我不回来不许放开他。等等，公主，把德昭放下。哦，有本宫在，出不了什么事儿，这样子成何体统？随我去看看，我倒要看看这程叔叔今天拜的是什么祭。我去，我看着公主的份上啊。子豪，既然到这儿了，给你爷爷磕个头吧。啊，程初那小子来了没有？叫他进来。爷爷，你要打要骂，咱回去城吧。你个小畜生，赶紧跪下！在这儿给王老爷子磕个头。哦。秦月啊，既然王修代父收你为徒，你也算半个王家人了。既然来到这儿，为什么不祭奠一下啊？王兄啊，老夫看你来了。王兄啊，老天不公啊！想当年
以我征战沙场的时候，那么困难都挺过来了，马上就要天下太平了，啊，你怎么说走就走了？你可真不够意思啊！你临走的时候叫我照顾好王瑞，瑞儿啊，老夫没有照顾好你呀，我们程家对不起老王家呀。就是老夫死了，我也没有脸面去见你呀，子豪啊！哎，你还记得你父亲吗？多谢程爷爷挂念，我这病还没好利索，记忆残缺不全呢，也不知道能不能恢复得好，实在是惭愧呀。孩子啊，这不能怪你，是我们家没有照顾好你啊。爷爷有这个心，我们家祖上祖下一向都是感激涕零了。今天，王兄啊，我当着你的灵牌，我宣个誓啊，今后王家的事就是我老程家的事。赶紧表个态。从今天开始，我跟子豪兄休戚与共，相亲相爱，白头到老。行了啊！我也没词儿。行，既然你们的心意都到了啊，就都起来吧，都站起来吧。哎呀，子豪啊，你们王家人呐，都聪明。我记得你爸爸王瑞啊，从小就天赋过人啊，而且是武艺双全，看什么是过目不忘。如果能活到现在的话，那肯定是出将入相了。可是好人不长寿啊！记得那一年呐，我随太宗出征高丽啊，但是出征不利呀，让人给包围了。当时啊，凭着我的英勇救围啊，才保得大军的安稳。皇太宗非常高兴，回来为了表彰我的忠勇啊，特将前朝的越国公府邸赏赐于我。哎呀，太宗皇帝乃千古明君，真是慧眼识英啊！程爷爷您也是当世名将，战功显赫呀！您君臣二人相得益彰，让我们后辈真是敬佩不已呀！子豪啊，你看你啊，从小就让人喜欢，说话那么好听啊！你看我们家这孙子，我见面就想抽他，你这真是别惹命！哎呀，好了，咱们接着说刚才的事儿啊。刚才我说到哪儿了？说到赐府邸。哦，赐府邸啊，对，赏赐府邸，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当时我搬进去之前呢，我把房子重新整修了一下，没想到在庭院里啊，挖出一个地窖。这个地窖啊，我还挖出一个箱子。哎呀，公主，程老将军免礼，继续说，箱子里边是什么？箱子里有什么呀？我打开箱子一看呐，全是书籍和竹简呐，那些蚯蚓似的文字我不认识啊，我就把它原封不动的交给了王瑞这孩子。没想到啊，没过几年，这小子又给我送回来了。他说呀，这书他全看懂了，而且非常的珍贵啊，真是好东西，他不敢留啊。我当时好奇呀，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说啊，这是早先留下来的孙武的兵法，也叫五木遗书。五木遗书？五木遗书？啊！当时我听完之后啊，也跟你们一样的惊喜。我说这是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啊，王瑞啊，千万要传下去啊！当时程初还小。我本想过几年之后呢，让他拜王瑞为师，没想到啊，英年早逝啊！程爷爷您节哀啊！您这么一说呢，我也就全明白了。还得多谢您当年赠予此书于我父亲。只是我现在因为得了一场大病，这个记忆对这本书的内容，这段记忆残缺不全啊。而您说的那个什么蚯蚓字呢，我也只能勉强认识那么几个，所以能否有空再去您府上把这本书温习一下？哎呀，没了，
这个小畜生啊，他是玩世不恭，从小顽固不堪呐！一把火把我的书房就给烧光了。陈爷爷息怒，这德昭兄少不更事，姑且就饶过他这么一会儿吧。哎，幸好我记忆尚存，虽然残缺不全，但我愿与四叶兄与德昭兄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也好替父传授他们兵法，也好报答程爷爷这么多年对我王家的照顾之恩呢。子豪啊，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呀！啊，程楚，还不扣下子豪？哎呦，德昭兄，你看你这就多不好啊！这不是见外了吗？我们也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